好啦，咁我哋咧就今日嚟介紹石壁營地啊，係啦。咁咧首先介紹一下呢度啲設施先啊。嗱，乍眼睇咧就1、2、3、4、5個咪標啦。咁其實都好方便一啲嚟揸車過嚟露營嘅人士嘅，係啦。咁我哋就準備上去望下啦。咁咧我哋咧已經行咗落嚟即係石壁營地嘅一個廁所啦。咁其實都有需要咧行2至3分鐘嘅。咁如果夜晚咧，咁就最好有多個人陪行啦，因為咧佢喺車路嗰邊咧就冇行人路嘅，係啦，可以見到啦。咁其實整體上咧都整潔嘅，咁入邊咧就唔方便去做拍攝啦，係啦。咁好，我哋而家咧就準備行上嚟呢個營地啦。咁咧我哋咧首先可以見到呢個艇啦。咁呢個艇就入邊有一啲即係行山嘅地圖啦。咁然之後有我哋今日主題啦，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啦。同埋咧都可以見到隔離有一個回收桶嘅。咁咧去到瞓嘅地方咧，我哋就要行呢條樓梯上去啦。好啦，咁話咁快咧就到咗我哋嘅營區啦。咁咧大家可以見到啦，咁都幾廣闊嘅呢一度，咁亦都有一啲回收桶啦、垃圾桶喺度。等我先嚟介紹一下山夜無痕嘅7個原則，分別係出發前嘅充分計劃同準備，喺正規山徑同營地上行走同埋紮營，妥善棄置廢物，保持原有風貌，降低用火對環境嘅影響，尊重野生動物同埋顧及其他遊人。咁我哋喺使用營地嘅時候，記得要帶走自己嘅垃圾啊！正所謂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因為唔係每一個營地嘅垃圾桶都會每日有人嚟清潔，所以將垃圾帶返市區先至棄置，唔單止可以減低對環境嘅污染，仲可以減低清潔工人嘅負擔添。同時間亦都唔好將食物嘅殘渣就咁棄置喺野外，因為咁樣可能會令野生生物例如馬騮同埋牛隻認為人類係可以提供食物俾佢哋，從而可能令到佢哋失去咗覓食嘅本能。亦都可能會令到將來嚟行山嘅人士帶嚟危險，所以為咗顧及其他嘅遊人同埋保持最原本嘅風貌，要記得好好咁樣預先計劃行程，從而可以預先減少帶上山嘅包裝紙，例如用食物盒重新包裝食物先拎去營地，咁樣就可以避免喺營地入邊製造大量嘅垃圾啦。咁如果我哋真係製造咗垃圾，咁應該又點做呢？咁其中一個做法就係自備垃圾膠袋，帶返佢哋出去市區嗰度再作處理。又或者當你哋喺營地嗰度見到有垃圾桶嘅時候，亦都可以幫忙執起垃圾，再放返入去垃圾桶嗰度。